台中北区中清路一间正出名做饼的店，今日起是有员工无细字，这手去互搅硬的机器夹入去，着伤真严重。路检署是已经去稽查，相当会甲业者罚30万。受伤人被送去救护车，手啊卡部分的机器。受伤人是一个台中北区有名饼店的员工，伫操作拿硬机器的时阵发生意外。手指大概食指、中指跟无名指3指，它整个塞到那个搅拌机里面去。那我们把它退出来的时候，它那3指它那个骨头都有点碎裂。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把那整个搅拌机把它细部拆解，就只有滚轮的部分就是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带去医院。受伤人意识清楚，毋过倒手3载受伤严重，到院了后，病院赶紧处理。早起8点、10点左右，30岁女员工在伫这间饼店进行下料调制工作，了后就要放入去拿硬机器内底分拆完了后，包饼皮毋过好亲像过程中违反操作定数，而且将手伸入去机器内底。我们其实会有所谓的。它的该使用的仪器，那员工刚好就是直接用手进去，其实这是不当的行为，我们没有教育到这个步骤，我们是有正常的工具去使用的，那员工没有去落实这个动作。业者表示，除了会加强教育，也协助员工后续的代志。台中市路检署马上也去路检，初步发现是员工操作过程有疏失。机台在动的时候，那个防护罩是要维持。然后手要进去的时候，机器必须停止状态才可以进去。我们的法令有讲到那个安全作业程序，那个一定会查明说公司有没有定 SOP， 还有没有教育劳工要按照 SOP 来操作。台中市路检署表示，除了照违反职安法，罚业者3到30万，也启动集采各管服务机制，各要求业者加强安全教育，加检讨工作流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